过年啊，最盼的就是这一桌团圆饭，最念的就是这一屋子的烟火气。爸，新年快乐！好，新年快乐！这顿饭等了1年，这一桌菜全是妈妈的味道。你知道吗？在咱们四川有一种传承了400多年的年俗，叫请春酒。这不仅仅是一顿饭，更是一种仪式。是感恩天地，也是期盼丰年。爸，那我们今天就微醺一下啊。而这一瓶是我带回来的名门之秀五粮春2代。这包装，这质感，确实有名门之秀的范儿。来，爸您尝尝，这可是用岷江古河道天然冰川水酿的纯粮固态发酵。作为五粮液旗下战略品牌，它身在宜宾，长在宜宾。这一杯清冽干爽，尾劲一畅。它不喧宾夺主，更像是一个老朋友，默默衬托着年味儿，也见证着咱们家的欢声笑语。这也才有了这香气悠久、醇厚丰满的绝妙口感。哎呀，这香气悠久啊，看着就清澈，这口感尝着就清冽干爽。哎呀，菜都凉了，快吃！好，要得，那就敬咱们这一桌的团圆，敬咱们这一年的努力，也敬这越来越好的中国年。好。